Hello，大家下午好。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大太阳在附近。我们在等多一下，因为我这个电话也在看着现在请大家呢就进来的朋友们 ，OK 就帮忙 share 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这个 COVID-19 的这个 vaccine 已经来到了嘛昨天我们的 CM 阿邦佐，我们的首席部长还有一些前线人员已经开始打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关于这个 COVID-19 的 vaccine 然后我们会有邀请到2位嘉宾进来这一次今天这个下午呢就不是我一个人在讲了，就有2位专业人士，就是我们沙捞越的这个药剂师 pharmacist 待会呢我会介绍他们进来。现在进来的朋友们，请大家分享好不好？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 live talk 来分享出去，给身边的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我们的 COVID-19 的这个 vaccine 多一点的这个知识，他的那个了解他的资讯，好不好？可以了吗？现在有多少个人？我这边看不到什么多少个人呢已经有50多个人进来了，是吗？好，那我们就先开始邀请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特别来宾，好不好？大家应该很期待的，想知道这2位特别来宾就是我们沙捞越年轻的这个药剂师 pharmacist。好，美芬进来了吗？美芬，还有 Chloe。美芬跟 Chloe 都进来了是吧？来，美芬 Chloe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Hello，大家下午好。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 Chloe。我是美芬。好的，谢谢你们今天下午抽空来到这个直播间呢，是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课题。我们今天就轻松一点我们就像朋友聊天这样子的方式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聊天呢，来让大家这个 Facebook 的朋友们，大家来比较了解，比较清楚这个疫苗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不好？那我先介绍美芬，好不好？美芬呢，她是来自这个 John Pharmacy。John Pharmacy 已经有7到8年的这个 pharmacist 这个作为药剂师的这个职业的经验，对不对，美芬？对。John Pharmacy OK。那 Chloe 呢 ？Chloe 是One Choice Pharmacy 的老板然后已经有5、6年的这个经验了 ，experience 了，对不对？对，对吧？大家好。你们都在家吗？在家。还有 Chloe， 你们是在你们的这个 pharmacy， 在你们的店呢，还是在家？在家是吧？在家。在家好，非常欢迎你们2位的到来，也非常感谢你们在这边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什么是这个新冠疫苗。那么新冠疫苗到底对我们人体会有什么影响？是好的呢，还是有一些不好的方面？大家都可以进来留言如果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迷失，有什么误解，或者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我们都欢迎你们进来跟我们聊聊，跟我们谈谈天，好不好？那我们先聊一下这个。最近我们老是听到这个不管是政府也好啦，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好啦，或者有时候我们上网找这个答案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字，就是叫做群体免疫 herd immunity herd immunity。那群体免疫
这一个名词哈，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叫这个专业名词了哈，这个用词啊，我们想请这个美芬来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什么是叫做这个群体免疫？OK， 所以群体免疫 herd immunity 我们现在很常都在听到的，很多地方都在讲着，所以群体免疫它也是称为我们这个人群免疫，就是对这个传染病的一个间接保护。所以当人群通过接种疫苗，或者你之前患有这个疾病啊，你获到这个免疫力时，就会有这个保护。世界卫生组织呢，就通过疫苗接种来实现这个群体免疫，而不是让我们去感染疾病而来得到群体免疫，因为这个会导致不必要的这个病例啊，还有死亡。所以如果要达到群体免疫呢，在区域啊或者国家，我们就需要有大概70%到80% 的人接种疫苗才能够达到这个群体免疫。OK， 差不多要70%到80%的人有注射了这个疫苗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就是群体免疫的这个目标，是不是这样子？对。OK， Chloe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Chloe？Chloe 掉线，OK， 没关系，我们再等他回来可能那边的 line 出现了一些技术性的小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先等他回来，没事，待会我们再等到他。那刚才 Chloe 美芬刚才你说的一点的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如果是讲一个社区要达到70%到80%的这个群体免疫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社区它必须要有70%的人口都必须要注射这个疫苗，是这个意思吗？对，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像沙劳越，如果我们要在沙劳越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个群体免疫，那我们就需要在这里的族群里面70% 以上的人都注射了这个疫苗，才能够达到我们这个群体免疫。可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2018年马来西亚的统计局的报告，在沙劳越其实18岁以下的人口占了大概28.8%， 大概差不多29%，所以表示说成年人就是18岁以上的人只有71到72% 这样子。如果我们再扣除那些没有办法打疫苗的就是说那种弱势群体没有办法注射疫苗的，那我们意味着我们现在在场的每一个人，就是你我他都需要去接受这个接种疫苗，我们才能够形成那个70% 的免疫群体，然后在沙劳越就斩断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个链。明白。为什么要70%？那就是说其他30%如果没有打的话就没有事情吗？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如果我们现在这个70% 的人，就是我们做一个比喻啦，70% 就是出外去打仗的，或者是说军人，30% 是待在家里，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疫苗就是弱势只能够在家里的人民这一些，所以就是有这个70% 的人出去外面，然后对抗了这个病毒过后，如果我们在外面病毒这个感染链已经断了，那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风险拉到最低，那这30% 就会受保护。OK， Chloe 进来了嘛，对不对？我看到 Chloe 了 ，Chloe 进来了是吗？Chloe， 你听得到我讲话吗？Hi, Eric.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now? Our time now here is 3 p.m. Eric, maybe from other countries, I think. Morning time or Australia. Maybe you are in Australia, Sydney. Hi, Adipa. Hi. Hello. Chloe, 你听得到吗？听不到哈 ，Chloe 听不到是吗？可能他的 line 不好哈。OK， 好，没事。Hi, good afternoon, Andrew. Hi, good afternoon. 美芬，刚才你讲的这个是
个比喻哈，就是说有78%的人有这个武器，那38%的人没有武器，是吗？是这样子讲，可以这样子比喻。我们就是说用靠这个拿着武器的来保护那些没有武器的，来跟这个病毒作战啊。那所谓的38%，就是没有手上没有武器的，就是没有免疫力的，没有打这个疫苗的，这个包括那些有严重疾病的比如讲老人或者是小孩子啦，18岁以下啦。等一下我们会来到这个课题，就是为什么18岁以下这个人士或者是小孩不能够打这个疫苗等一下我们会去到那个环节。那么就是我们把它比喻成38%的这个人口，这个社区的人口有38%是不能打疫苗的。那就是说靠我们这个78%的这个群体免疫，就是有打了疫苗，有打了针然后大家都有这个武器来对抗这个病毒来去形成整个一个保护层，来保护整个社区，来免于这个病毒的侵害是这样子说吗？美芬。对，是这样子说。那个不能打疫苗的，除了小孩子之外，也包括那些可能正在接受这个癌症的治疗，像化疗电疗这些。电疗就是我刚才也看到一个民众的询问，就什么人适合打这个疫苗，什么人不适合打这个疫苗。这个可能美芬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去说明吗？跟大家解释一下吗？可以。所以基本上18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打，但除了有一些特定的这些族群就是说我们讲的可能他有这一些HIV 艾滋病他如果他的白血球量不够的话，那他就不能打然后这些电疗化疗的人也不能打，然后还有对食物或者是药物或者是有一些像疫苗以前打过有出现那种严重的过敏症状，像呼吸困难休克这些，如果是那种严重的，那这一群也暂时是不建议接受那个疫苗。刚才我看到米娅问就是有一个民众就是米娅，他问说这个中国的疫苗是不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体质？有这么子的说法吗？美芬？其实不是这样子说的啦，就是我们是根据这一些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所以就是说大家都是可以打。I see。Chloe 进来了是吗 ？Chloe？ 好，不好意思。Hello。OK。好，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课题这个米娅的就是说中国疫苗会比较符合亚洲人的体质吗？他问这个问题，刚才美芬已经回答了，你的看法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只要是 over 60%以上是安全。来不是很好Chloe。来不是很好，听不到。是来现在不是很好有一点卡住没事。OK。现在可以了，应该可以了，你可以继续说吧。Hello。听得到了，我们听得到。OK。中国疫苗或者其他国家疫苗，其实来说，是超过60%以上，我们都是 OK 的，因为 MPRA 都是见证它都是安全的。OK， 所以都是安全的嘛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讲这个疫苗的生产国也不管是什么国家的，只要它的这个有效性有在那边都可以这个。是吗？是这样子说吗？美芬，你的看法？对，因为我国引进来的这些疫苗其实都是已经是经过我们这个国家药局的监管局，就是我们这个 MPRA 他们批准了，所以他们都是经过这些严格控管都是有确保它是有效，
然后又是安全的，所以人民都可以安心接种这些疫苗，所以我们就不用说去要选择哪一种疫苗，因为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些新冠病毒的这个传播。I see。现在目前我们马来西亚有几个疫苗是可以这个已经是 approved 的，可以打在人体的是吗？暂时马来西亚是引进5种，然后今天是那个中国的今天抵达马来西亚了嘛，所以今天是第2种的抵达马来西亚了，对，第1种的那个 Pfizer 的已经在开始打了。OK， 最早的是 Pfizer 的是。然后就是补充一下刚才说谁不能够打的，孕妇这些也是不能打，对。孕妇也不能打是吧？对。因为不够这些数字。I see。 Henry Woon 有一个问题Henry Woon 的问题是沙拉哇目前有几个疫苗？目前的疫苗到达沙捞越你的意思是 Henry 到达沙捞越目前的只有 Pfizer 这个陆续接下来呢还会陆续的会过来所以目前今天是今天还是昨天，中国的疫苗才到了这个 KLIA， 就是我们的吉隆坡所以应该下一批我们也是会开始就是收到这个来自中国的疫苗了。OK， Chloe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的 line 现在看起来应该不错的吧？可以正常了，现在正常了因为从安全性来讲，医学它是一个实验科学，只要通过实验，它的安全性的高低都取决于试验了多少个人，试验了多长的时间。所以灭活疫苗人类已经使用上了100年，整个地球都使用了，所以说它的安全性对它的把握是最高的，有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没有效果，要打它来干什么？对吧？对了，所以疫苗要批准上市前也需要1-2个星期，很注意安全，最后1期才人体试验，要超过60%到70%，人家才会相信可以帮助到疫情。也可以这么说，有效率的意义要看情况。你什么都没有的话，假如你现在是 HIV 艾滋病的话，30% 的疫苗你也要用，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是，这个 Kelvin Lee 是在提到一个课题，一个问题非常一个说法非常好，我也非常认同这个 Kelvin Lee the rest of the 20 to 30% can't get the COVID-19 vaccine due to the some sickness too, meaning the rest must take without avoiding。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有20到30%的人是不能够打这个疫苗的，然后包括孩童啦，18岁以下的孩童啦，或者是有一些疾病的。这个或者是对药物特别敏感的人士，那意味着呢，我们70%的人，就剩下的70%的人就必须要打这个疫苗了所以我们避不了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这个使命，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身边的朋友，保护我们的家人，所以如果我们身体我们是健康的那一群，我们就一定要去打这个疫苗，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效果与作用了所以谢谢你 Kelvin you are right to say that the rest of the 20 to 30% must get it okay we must get it the 70%。 那我今天这边我还有一些数据OK Vincent 有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很多人在问我的一个问题也是很 confused 的一个 gray area， 那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嘛，就是美芬你说到嘛，怀孕的这个妇女孕妇就不适合打这个疫苗。那现在是说，如果已经把小孩生下来了，但是还在喂这个母乳的这个妈妈，不可以打这个疫苗呢？像如果我们看这个 KKM 还有这些新加坡的卫生部他们暂时都没有数据证明这个疫苗会对哺乳产生副作用。可是如果是为了安全起见或者是妈妈她可能不想要在刚刚接受这个疫苗的时候哺乳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注射疫苗后你停止哺乳7到10天或者是1个星期这样子，然后过了这一段时间过后你再继续哺乳。OK， 所以意思是说是可以打的是吗？哺乳是没有问题，可是就是孕妇不行，对，因为这个对，因为他们的这些临床实验没有在孕妇这一个群组里面进行实验。
明白明白。所以想，如果是把小孩已经生下来了，但是是说还有喂母乳的，那暂时就是如果你打完之后，先不要喂那个母乳，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对，大概延缓7到10天。10天哦，10天过后对，7到10天过后，然后才继续再喂母乳。OK，那是不是说妈妈如果体内已经有的这个免疫这个 vaccine， 那10天过后她喂奶嘛，喂她的婴儿嘛，那婴儿喝了妈妈的奶了之后，是不是那个婴儿就 automatically 就有这个 vaccine 呢？这个暂时是没有数据，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讲它能还是不能的，因为还在有待这一些数据。还带这个数据，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 vaccine 是非常新的东西，对，我们才经过临床试验啊，这个3个阶段啊 approve 全世界，我们还是属于一个非常新的一个 vaccine 还没有经过长年累月的来去这个试验进行这个数据嘛，所以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还不知道Vivian Fu 有一个问题Chloe， 你看一下 Vivian Fu 的问题，你看不能够解答一下，就是备孕可以打吗？那打了多久才可以怀孕？备孕的意思就是准备怀孕，就是说她还没有怀孕，但是她准备在做这孩子。那你的看法呢？我们是打的。如果你需要备孕的话，我们会建议还是生完孩子才打，没有的话你就这7天先不要打。OK， 明白。好，所以这是 Vivian 的这个问题谢谢你的问题我相信很多这个妈妈或者是准妈妈，或者是将要成为准妈妈的这个朋友们呢，他们都非常的关心这个课题就是有些是准备怀孕了准备就是为我们国家人口贡献的时候就是努力的时候，现在vaccine来了，到底要先打还是不要打，还是先有了孩子再打，还是先把小孩生出来再打很多疑问OK， 中有一个问题如果是高血压，但是有这个服这个药物得到很好的控制，请问这种人可以打吗？美芬，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所以如果我们根据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卫生部啦，如果我们是有这些高血压或者你有糖尿这些你还是可以打疫苗的。除了那些我们刚才说就是免疫力是弱的，像那些 HIV 的病患癌症的病患那些就不行。如果你只是平常的高血压糖尿然后有获得很好的这个控制是可以，可是也是会建议你在接受这个疫苗之前，你先咨询你的这个主治医生。还是就是讲要跟自己的主治医生这个对因为就是 in case 你还有其他的疾病或者还有对其他东西敏感，我们不知道的。对，明白OK， 钟你的这个答案满意吗？OK，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OK，Caristio, is the Pfizer vaccines with 95% efficacy better than other vaccines? Chloe, what is your view on this? Is it Pfizer vaccines because of the highest? I think so far is the highest. Highest efficacy rate 95%.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它是最好的呢？ Is the best amongst the rest of the vaccine? 你对这一个问题有什么看法Chloe？ 因为Pfizer vaccine 是用巨型的 mRNA 的疫苗，它的保护效果确实是在90% 以上。然后其他的灭活疫苗病毒载体疫苗都在70% 到80% 这个范围里面。有的选择的话，谁不要打95%对吗？对。可是现在我们我国是全世界各地都需要大量的疫苗，也需要时间，我国不能单靠一个供应源。对，没有错。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才引进了5种疫苗来提供给全国人民。5种疫苗对，如果你给我看法，如果是我不
我不建议打50%，也不建议打60%。OK， 5种疫苗哈，1、2、3、4、5。OK， 我们把这个5种疫苗也给大家看一下哈。OK， 5种疫苗的这个在马来西亚啊，这个可以放进来的这个能够打的5种疫苗是哪一些呢？就是不是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放上这个5种疫苗的这个名称啊，所以刚才这个 Terrestrial 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Chloe 已经回答了，就是说，当然95% efficacy 啊，但是我们也不是单一的一个供应商嘛，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就是供不应求嘛，对不对？贫血可以打吗？贫血可以打吗？美芬，你这个问题你能够回答吗？贫血这一个，目前为止要看他身体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一些问题。如果还没有什么对免疫系统没有这个免疫系统太弱的话，还是可以打。OK， 但是还是回到刚才您说的、对，可是要回到刚才说的，就是要寻求你的这个主治医生。对，就医生的看法是最安全的。对，因为医生有你的这一些我们讲病历，所以他知道你身体的哪一些问题啊，还是说你如果你有哪里不适合打的话，他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好的。OK，Jordan Hu 有一个问题 ，Does it have any side effect on the COVID vaccine 什么 ？OK， 这个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课题嘛，就是说疫苗这个到底这个它的这个 side effect 就是我们听了很多所以可能就由我们的比较专业的人士来去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COVID vaccine 的 side effect 到底有哪一些呢？Chloe 可以由你来开始吗 ？OK，COVID 的 side effect 会有部位红晕啊、痛啊、红肿或者小发烧、发热、咳嗽、呕吐、腹泻，这些肯定都是正常的，大家不要紧张，因为这些也是我们体内在建造免疫系统。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也需要接种后2个星期才开始有抵抗力。因为我知道大家一直有这个误解，大家因为之前很多 news 嘛，2位 NIH 员工注射后疫苗过敏，可是报告也指出他们对这2个员工是对其他疫苗之前也是有过敏历史，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有过敏历史的建议不要先打，一定要咨询自己的医生。好的然后还有6人在新冠病毒的测试也是测试后死亡，后来 FDA 报告他们死亡原因不是于 COVID 的疫苗，而是于他们自己的心脏疾病啊、心脏病爆发啦等等。不是因为疫苗让他们就是对而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疾病所引起的、所造成的嘛。所以如果你阅读你每天看 Facebook 看这些 news 越怕就不敢打了。那对，所以我们讲真侪人强就好，别给强就是到处都是专家，我们身边很多专家，到处都是专家这个砖头的砖所以到处这边道听途说，或者是这个到处的去拿一些不正确的这个资讯的话，就误人误己了，有时候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吉良6就是问，请问曾经动过心脏什么这个绕道手术的人士可以打 COVID-19 的疫苗吗？这是要看他动过手术后已经隔离多长时间，有没有1年2年之内。如果很少过1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问自己的医生OK， 医生会给你比较好的建议，因为我们也担心有没有其他的 underlying 的东西
病状啊、病症啊因为如果你只讲一个动过心脏手术，我们这样表面听的话，我们也不是会很了解，我们也是需要了解你更多的情况，来去建议你。OK，我们刚才聊到说，我们马来西亚有5种的这个疫苗是我们国家已经是 approve 可以用在我们人民身上了哈，是有哪5种疫苗呢？就给我们看一下哈，我会放在这个大荧幕给大家看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呢，就是有这个Pfizer 啦，不要说了，就是刚才Chloe 跟美芬都有提到的，它的这个种类呢，就是用这个 mRNA 的这个方式而不是那种灭活的这个灭活病毒的方式啊。那么我们昨天才到的是今天是昨天，就是到 KLIA 的这个是中国的疫苗是这个 Sinovac 的也是Sinovac 的我们就看到的是来自中国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这个 Astra 是吗 AstraZeneca AstraZeneca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什么？这老花眼呢，后头已经看得到。Sinovac 讲了这个还有一个是康希诺生物，康希诺生物对，康希诺生物康希诺生物也是来自中国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Sputnik V， 那个是俄罗斯的， OK， Sputnik V 是来自俄罗斯的。刚才这个 AstraZeneca 是来自英国的所以我们在看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它都有写到这个Dahaq-Gebsanan， 就是它的有效性，或者是我们讲它的 efficacy rate。efficacy rate 呢 ，Pfizer 是 95%， 这个 AstraZeneca 是62%到90%， 那么这个 Sinovac 是50.4%到91.25%， 然后这个CanSino康希诺生物是 65.7%， 这个Sputnik V 来自俄罗斯的是 91.6%。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目前所认证的这个5种的这个疫苗。那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我刚才有看到一个问题也是说的非常好这个 Christopher Young 他说刚刚在中午这个 DV2 的新闻广播里是看到说这个记者采访医生的时候，他有表示这个孕妇呢是最容易感染的一群，那是不是应该先优先去接受疫苗？但是他们是说可以接受这个接种疫苗啦所以 Christopher Young 刚才这个是 DV2 的新闻，关于这个孕妇方面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很多人有这个就讲也不是讲误解，就是 confuse 疑惑，就是有些人说可以，有些人又说不可以，那到底可不可以呢？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们的那个重点，那就是倒回去，因为孕妇肯定有去 follow up with medical doctor， 对不对你们的妇产科，你们的这个医生，所以最保险的还是问回你们的主治医生，就是你们适不适合，以你们现在的怀孕的这个情况有些是3个月、6个月、9个月还是刚刚怀孕的，那最好还是问回你们的主治医生你们的doctor是不是适合去打这个疫苗？我觉得这个是最保险也是最安全的做法了，因为这个谁都说不准，对不对？所以还是问回你们自己的医生，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保障的所以接下来呢，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现在已经是开播有40分钟了本来我们说好是差不多在1个小时里面了但是我们因为也谢谢大家的这个反应，就是进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么进来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大家把你这个直播呢分享出去，给你们身边的朋友亲戚们看到。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是沙捞越，就是从昨天星期五，我们阿邦佐哈利我们的首席部长呢就已经开始打了第1针了，就是我们沙捞越的第1人打这个疫苗了。
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前线人员呢，昨天也是打了差不多超过1000个前线人员已经注射，已经打了。好，所以我再看回去的话，我们现在有这些还有一些时间嘛，我们就是说，刚才我们已经聊了，是什么人适合打，什么人不适合打，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很多人要问的问题哈，就是说打完这个疫苗之后，哎呀，我们就是看到 Superman 来了，北京了啊，就是到处飞了，不怕了，不用戴口罩也不怕了，跟人家讲话静静啊，口水喷到了脸也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打完疫苗是不是这样子，可以做 Superman 了？可以，你先聊一下，你觉得能够吗？因为我们依然还有30% 的人还没有打疫苗的人民，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群体免疫是70%，我们还有30%，我们的群体免疫屏障尚未建立前，病毒也还没有稳定，还没有消除的话，防疫措施还是要做的。就是说，防疫措施就是说，口罩也要穿，社交距离还是要继续啊。因为病毒不会因为有人打了疫苗而停止传播，是要等到感染群那个数据降低过后才能够尽快的斩断那个传播链。明白。所以我们不能是打完疫苗还是不能够脱口罩，对不对？还是不能够到处飞，像 Superman 这样子飞嘛，对不对？对，飞哦。所以卖给强强的话卖给强这些打完疫苗的人虽然我是还没有打啦知道吗？现在不要以为你讲你打了就拜就好势了，我爱去个都对当卖挂口罩，可能给人给死好练了不要戴口罩，每一个人在戴口罩，我没有戴口罩，因为我先打完了，我不用怕了不要自以为是所以我们保护大家，保护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的责任打完疫苗之后还是继续的要戴口罩。那直到我们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群体免疫，这个78%的人口已经打了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到了今年的8月份，或者到今年的年尾或者是整个国家来说，可能是到明年2月就是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斩断这个病毒的这个感染链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口罩拆下来不是说今天你打完你就可以不用怕了。而且这个疫苗的这个有效期就是讲，不是讲今天你打完你就是那个疫苗马上出来了嘛，对不对？好像要等，对不对？要等一段时间你才能够产生这个免疫力，是吗？是这样吗？美芬？对，因为你打了疫苗过后，像我们如果是 Pfizer， 你打了，他要打2个 dose 嘛，所以你打了第1个 dose 过后，然后他要等大概可能2个星期过后他才开始会有那个效果出来，过后我们还要再打第2个剂量，所以你打了第2个剂量过后，你就是等于你打了这个 full dose， 你打了 full dose 过后，然后你再等那个疫苗在你的身体里面产生作用，它过后才能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可是这个保护作用不是100% 的，因为假设性我打好了，可是你还没打，所以我还是有可能会被感染，因为它也是需要时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产生作用，一个保护作用，所以它不是说我今天打了，我明天就一定是不会感染这个病毒。是的。OK， 我们先看这个Ethos Lau 的问题这个由刚才回答的问题如果没有主治医生是否是要看了医生证实了可以打才去打疫苗会比较保险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呢？口音，我没有听到你问的问题。因为他这边有放，就是说，刚才回答的问题都需要主治医生就是讲当你不 sure 的时候，就是讲你不是属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士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对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去咨询医生如果你自己不确定，然后你觉得自己很像有不舒服，好像你觉得很像容易生病还是好像你自己会也是一点点也会了解自己的免疫系统的啦好像普通日常生活容易伤风吗？容易发烧吗？这些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感染的人，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去做full blood 那个 blood report 啦，跟医生讨论一下，看你的身体全面的情况
I see, OK， 我在这边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就讲回我们沙捞越啦，因为我们都在沙捞越嘛沙捞越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我们的土地面积这么大，人口就不到280万，不到300万人口嘛。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沙捞越的人如果是讲有38%的人口是少于这个38%是小过18岁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有78%的人口，就是包括你跟我们都必须要去打了，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有一个Dr. Sim的这个我们可以放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数据里面就是说38%的人，就是在对沙捞越而言啦，就是有38%的人口是低于18岁的嘛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说几乎我们所有人都这个200万人都要打了，是这样子的意思吗？为了达到 in order to achieve 这个 herd immunity 的这个purpose 美芬，你认为呢？我认为是因为这个少过18岁现在是不能打，现阶段是不能打。如果我们再加入那一些有疾病就是那一些没有办法打疫苗的人，那剩下的这些人可能只刚刚好70%或者少过70%，所以我们这一个时间我们就不能够抱着一个心态说我等你，你等我，看他打了过后怎么样我才去打。因为如果大家都在等，那我们要多久才能够达到这个 herd immunity 呢？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我们越拖越久，如果这个病毒变种了过后，那这个疫苗以后还会不会有效呢？对，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尽快在这个短期内这个时间限制的时间内，就是达到 herd immunity。就是怕变种现在我们好像听到很多的这个地方，在英国的变种病毒啦然后那里的变种病毒都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疫苗在还没有变种之前，它可能是有效的对这个病毒，但是对于变种的病毒的话，这个疫苗有没有效，我们还是需要这个时间来去做这个临床试验需要这个数据，是这样子说吗Chloe？ 是因为目前的数据无法证明它适合18岁以下啦临床实验是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临床试验涉及到儿童我们是真的是不能达到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OK。 Fiona 有一个问题 ，Fiona Charles 的问题就是 ，if the person got glaucoma, can take vaccine or not？ 美芬应该是没问题，只要你没有对那些药物还是说食物、疫苗就是有那种严重的敏感，或者是说你不是那一些弱势群体的，都是可以打的。OK。只是说如果你有疑虑的话，都会建议你先询问医生。好的。好，我看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OK， 刚才我们讲到18岁以下的人不能够打，为什么有这个可以做一个解释吗Chloe， 很多人在问我，现在学校要开课了我们听到学校开课了，但是今天报纸我们又看到说，这个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说在这个沙捞越红区的地方，包括虎径目前是红区嘛，那么这些红区的地方的开课的日期展延到这个3月几号了？3月24号是吗？3月14号所以展延多2个礼拜，所以很多人在问，为什么小孩不能够打？为什么这个18岁以下的这个人士不能够打这个 COVID-19 的这个 vaccine？可以回答一下吗Chloe？对，我也明白大家很懊恼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小孩子也是人，小孩子也需要保护，而且小孩子中 COVID 的几率还比大人高，小孩子的免疫系统会比大人强可是要了解，比如说在沙捞越，我们18岁以下的人口就是少过38%，而且我们也要为大家全州而想，不是为了全部小孩子罢了。如果我打了38%，那70%大人怎么办？我只打了40%的大人的话，那其余的30%的大人又怎么办？所以大人的传播率比小孩子更快，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要 focus 在大人70%，
完成那一个群体免疫，所以当大人70%群体免疫达到了，我们小孩子30%自然而然能够保护。明白。那老师是不是应该先打啊？可以。我是认为老师开学前都应该先打。如果你们是说小孩子3月1号开课，老师一定要先打。要先打啊！我们现在是变成3月14号了啊。好，3月14号。所以我们以其他全国的这个教师就是的学校哈，我们就是沙捞越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权利，可以决定说我们就是什么时候开课。那么我们的这个沙捞越政府已经决定了就是开课的日期我们会延后2个礼拜，就是3月14号才来进行这个复课开课的这个行动了。那好的谢谢 Chloe。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看还有民众还有什么问题吗 ？OK，Deng Chuan Lim 他说会不会有后遗症？这个问题很好嘞。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打这个疫苗，或者是讲有这个余力，就是担心会有后遗症。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side effect 这个后遗症也可能是一些这个主因，令到人们不敢去打这个疫苗是有什么后遗症吗？美芬，你的看法呢？像我们打这些 vaccine 它通常只含有灭活或者是减弱形式的这个病毒或者细菌，然后我们打进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它是不会导致疾病或者是使我们面临并发症的风险。所以如果我们打了 vaccine 过后，当我们的身体我们暴露于这一些病原原体的时候，那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已经是就是很像启动了它的这个 engine， 就是认定了这个是敌人，然后要摧毁它。明白所以Deng Chuan Lim 这个不要外面随便听，或者是那个网上随便看因为我看到一些一些问题就是好像打完之后那个精子的数量会减少打完之后不能够行房会降低性能力一大堆的问题，所以这个也就是让人觉得这个后遗症会不会就是讲拜拍到别让谁见所以这些我觉得最保险最安全的方式还是就是找医生询问一下去根据可靠的这个讯息来这个做这个询问在线的朋友如果是有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留言来这个post上你们的 question， 那么我们有2位这个专业的这个药剂师呢都可以尝试的帮我们解答这个疑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进到下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课题，就是也是很常会人家问到的地方，就是我看一下OK， 到现在就讲很多人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这个疫苗打了之后，是不是说我以后每1年都要再打，或者是说我要等2年再打？那这个疫苗在我们体内的这个有效期到底是多久？有这个数据吗？或者有这个说法吗？美芬。暂时因为这个疫苗还是算新嘛，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到底能够待多久，这个也是有待考量的，也是在等待这些研究更多的临床实验，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是未知数。还是未知数对，还是未知数。可是一个很肯定的就是说，你打了过后，你至少可以保护你自己，还有保护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个数据啦或者是临床试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所以可能就像我想，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疫苗还太新嘛，这个新冠疫苗还太新也是这几个月才发现的，才研究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还需要时间来去这个做这个 clinical trial 来去证明讲它在我们体内到底的那个期限是多少目前还没有这个数据是吗？是这样子说吗？目前中国证据显示，抗体在6个月以上仍能维持较高的水平，达到世卫组织规定的要求的。OK。现在有一个民众有个问题 ，Christopher Young 他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一些疫苗需要接种2剂，就是 2 doses 啊？有一些只需要 1 dose 啊？请问有什么分别吗？是不是 2 dose 的比较 powerful， 打了之后可以变 Superman 变 Ultraman？ 那么打1剂的就比较没有这样厉害，可能只是 Spiderman 啊。我也不是讲 Spiderman 比较老爷啦啊，是有这样子的分别吗？你们觉得呢？Chloe？现在是真的是有打2 dose 啦，因为目前Malaysia 买的，现在目前打1 dose 应该是中国在开始使用，所以康希诺看到那个是康希诺一样的，对而且对他们的那个数据也是在临床，也是在实验当中。I see，因为我们的2 dose 就是第1 dose 先打，然后过后再隔21天再打。第2个都是21天再打哈，就是比较麻烦了，要打2次啦啊，就是那些怕打针的人就比较冤枉了啊，就是怕这个疫苗爱花怕脑浆啊，有一些就因为看到针就晕倒的那些人啦，对不对啊？不是我不要去打，是我怕那个针，看到针我就贫血了啊。那么打1针就算了，你还要打我2针，打2次啊，所以那对于那些比较怕针的，就是很怕针的人，就是挨1针怎么样也好过挨2针啦。所以但是在有效性方面是没有分别的，对不对？对，这个也要交给我们的 MPRA 去决定，他们要不要购买那个1级的啦是。那 Kelly Lee 有一个问题特殊儿能够打疫苗吗？特殊儿 Special Kids 所谓的特殊儿是怎么样？因为特殊儿的范围太广特殊儿的范围太广，你能够比较 specific 一点吗？OK， 那我们可以再询问一下，如果是这个我们在场的这个pharmacist 特殊儿，我相信特殊儿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特殊儿就是儿童嘛，儿童是18岁以下，18岁以下没有数据，对不对？对，如果18岁以下暂时是没有临床实验，对，所以没有数据来证实它的有效性跟安全性，所以暂时是不建议接受疫苗的。明白，是。所以特殊儿童，不管你是特殊儿童还是正常儿童，都不适合打这个疫苗Fiona Chias，as I heard people got high blood or diabetics can take vaccine. When take vaccine, we need to take blood medicine or after take the blood medicine. Another question is, if they take vaccine, the test is high blood, very high, can take or not?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这个就要请教我们的这个2位的这个pharmacist就是他的问题可能就是 I rephrase it 就是讲他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在当天打这个疫苗针的时候他的这个 blood pressure 是 very very high， 就是 exceptional high， 可以打吗？这个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不在控制内不在控制内我们就不建议打。就比如说你去抽血验血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定是看你的血压多少能不能符合那个条件去打针。好我们会建议你休息一下咯，可能再休息几分钟，我们会再验多一次。是的OK。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已经3点56分了大家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什么疑问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想要提出来的话，请抓紧你们的时间在线的朋友请你们帮忙分享一下，把这个 live 都分享给旁边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去给他们更加了解什么是我们这个疫苗OK， 还有一个民众进来的 question 是这个Yim Cecilia my son got eczema can take vaccine 美芬你的看法呢？如果他是像我们所讲的这一个异位性体质atopy 的群体啦，像还有湿疹这一些，然后如果他是没有其他的过敏反应就是说我们讲严重过敏反应那种休克或者晕那些的话都是可以接种疫苗，可是要看他几岁了，如果他现在是18岁以下的话都是不能的。OK， 是
So if the children below 18 years old, it's not advisable because there is lack of data on this COVID vaccine. So Serena 说什么 ？Serena 说她指的特殊儿应该是指学习障碍、过动儿、自闭儿。特殊儿不一定限制于儿童。OK， 这样子就比较清楚了。那就是说他是成人，我们 assume 想这个是一个成人已经超过18岁了，但是他有这个学习障碍，或者是过动，或者是自闭这一类的人士，是不是适合打这个 vaccine 呢？Chloe， 可以的，他们可以打 vaccine 的。如果他们没有对药物敏感没有其他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的那些不适合打疫苗的症状都可以打。只要他18岁以上。好，我看到 Amy Yu 还有一个问题，老人家几岁起不可以打？老人家几岁起，就是讲要超过几岁就不可以打了？有这样子的说法吗？有这样的数据吗？目前为止暂时是没有的。没有，只要那个老人家的身体是良好的，就是说就是可能他的血压很好他的血糖这些全部都 OK 的话，他还是可以打。因为老人家他也是感染率也是比较高嘛，他风险比较高，所以如果有什么并发症，他们也是会 at risk 他们会比较高的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如果他是没有任何过敏症状没有那些我们刚才所列的那些不可以打的，那他还是可以去打疫苗。明白，好。所以 Amy 希望这个能够 answer 你的 question， 就是老人家其实目前没有讲限制几岁不可以打了OK，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下一个的 agenda 就是讲我们看还有什么东西基本上我们都差不多就是go through 了所以我们是目前已经超过了这个1个小时了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视频呢，能够为大家这个解答这个疑问，对这个 COVID-19 的这个 vaccine 所抱着种种的不安或者是疑虑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来的2位嘉宾，就是我们的 Chloe， 我们的这个美芬，谢谢你们的时间，谢谢你们的讲解为我们大家，为我们这个沙捞越人。就是提出了一些非常就是解开我们的迷思了，这样子说了所以各位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等就在等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我们打疫苗什么时候去打这个疫苗。那么如果是打完疫苗，也千万不要像 Superman 这样开下口罩到处飞到处跑以为讲魔术料拜的喝水料所以打完疫苗了之后呢，还是要继续的戴口罩，还是要继续的保持社交距离，还是要继续的勤洗手。那么我们不要以为说打完就是 Superman 了，好不好？那谢谢谢谢你们，谢谢Chloe， 谢谢我们的美芬郭丽安，谢谢你的这个好，然后 Good Sharing Andrew Tan OK。你们的人气非常的高Chloe美芬你看很多人进来都是说这个你们这个pharmacist 都长得漂亮那为我们这个讲解的也非常的清楚为我们沙捞越这是义务的免费的所以完全没有收费的，他上我们这个节目谢谢你们的分析也感谢非常你们的分析。那么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如果是这个直播完结束了之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这边留言，那么我们也会尽力的就是在你们的 comment 里面呢为你们做一一的解答，好不好？那最后呢，我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特别的这个时期，我们大家都要做好这个配合，做好这个心理这个建设我们多的正能量去鼓励我们身边的这些健康的朋友们18岁以上的成人们，就是要去打这个疫苗来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沙捞越，好不好？所以在这边我就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这个星期六。那也非常再一次的感谢美芬，再一次的感谢 Chloe， 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麦登，谢谢谢谢
那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边结束了，好不好？我们就下一期呢，我们如果还有这个关于这个 COVID-19 的 vaccine 的进一步的这些资讯，我还是会不定时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是为大家提供这个讯息，好不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拜拜拜。请支持我，请点击 subscribe， 再按小铃铛。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